期取證打禪七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述於1979年8月20號美國萬佛聖城禪七粵語翻譯。法界佛教總會錄音監製。今日係打禪七嘅開始，希望大家要努力嚟去參禪，唔好錯過開悟嘅大好時光。打禪七就要克期取證，唔好坐喺禪凳上邊淨係打妄想。如果係咁，就辜負咗自己參加打禪七嘅初衷啦。打乜嘢妄想呢？妄想有種種唔同，總而言之，都係異想天開，不着邊際嘅。有啲人或者打呢種妄想，我參加今次嘅禪七，希望能夠開悟，得到大智慧。開悟之後，我就將要向世界嚟去宣布呢一個消息，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我係開悟嘅人，咁就會對我恭而敬之啦。各位想一想，如果有呢一種思想嘅人，佢係唔係會開悟呢？我敢下斷語，絕對唔會嘅。點解？因為呢個人啱啱坐喺禪凳上邊就妄想紛飛，唔係為求名就係為求利，喺名利上嚟打轉，點樣能夠開悟呢？又有啲人會打咁樣嘅妄想，我喺今次嘅禪七裏邊一定要開悟，我要做呢一次禪七開悟嘅第一個人，人哋唔開悟，唯獨我一個人開悟，你話咁樣係幾咁光榮嘅一件事呢？甚至根本冇摸到開悟嘅邊緣，而去冒充開悟，處處去宣傳自己開咗悟，嚟去欺騙大家，令大家對佢另眼相看，嚟一個魚目混珠嘅騙局。咁樣嘅思想係幾咁幼稚，係幾咁令人恥笑呢？希望大家唔好有呢種妄想，我哋要腳踏實地去用功參禪，要得到真本領，咁至係算數嘅。又有啲人會打咁樣嘅妄想，我要開悟，開悟就會有人嚟供養我，我就可以起一個大佛堂，做一方之主，信徒就會源源而來親近供養我，咁樣我就會成為一個大法師，名揚天下，婦孺皆知啦。我就會係一個大名鼎鼎嘅法師啦。如果係有咁嘅妄想，你又照知道，不學無術而去受人供養，咁就心唔安，理唔得啦。我哋坐禪嘅姿勢要正確，咁樣只會對身心有益處，否則就會失咗坐禪嘅意義啦。我哋坐禪嘅時候，首先要將身心放鬆，唔好緊張，最好係結雙跏趺坐，呢一個係基本嘅坐法。點樣叫做雙跏趺坐呢？就係首先將左腳放喺右腿上邊，然後將右腳搬喺
左腿嘅上邊。呢一個又叫做金剛座，即係堅固不動嘅意思。過去諸佛都係以金剛座而成佛嘅。呢一種座法可以降伏天魔，可以制止外道。佢哋見到呢一種座法，就會知難而退，唔敢前嚟找你麻煩啦。結相加輔助之後，我哋嘅眼睛就要觀住個鼻端，唔好東張西望。所謂眼觀鼻，鼻觀口，口觀心，咁樣只能夠攝持身心，將心猿意馬鎖住，唔會令佢哋向外奔馳。所謂專一則靈，分歧則弊。我哋要端嚴正坐，就係要腰要直，頭要正，唔好前俯，亦唔好後仰，唔好向左歪，亦唔好向右斜。我哋要好似一個大鐘一樣，四平八穩，不動不搖，唔係好似一個鐘擺咁東搖西晃。相加輔助只係合乎坐禪嘅姿勢。初學禪嘅人覺得唔係好習慣，因為腳亦會痛，腰亦會酸，但係咁係唔緊要嘅，只要你咬緊牙關，忍耐一陣間，冇幾耐自然就冇呢一種現象啦。所謂久坐有禪，自然就會得到禪味啦。乜嘢係禪味呢？就係得到禪定嘅快樂，得到輕安嘅滋味。呢種滋味係奧妙無窮嘅，唔可以深思，亦唔可以言語，要身歷其境嘅人先能夠體會得到，先能夠領受得到。好似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只可以意會而唔可以言傳嘅。各位想要知道呢一種禪味係甜係苦，咁樣就要努力參禪，到咗相當境界嘅時候，自然就會知得到其中嘅滋味啦。所以大家就要參到水落石出嘅時候，就會得到禪味啦。禪唔係講嘅，而係參嘅，所以禪宗係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嘅法門。參禪嘅人參到火候嘅時候，絕對唔會發脾氣，唔會同人爭論，參到無爭三昧嘅境界啦。亦唔求名，亦唔求利，佢哋睇富貴成為花間嘅露水，睇功名成為瓦上嘅相片，頃刻就會消逝無蹤。真正修行人係遠離名利，唔為名利動搖其心。如果想測驗一個人究竟係有冇修行呢，就可以睇下佢嘅所行所為係唔係喺名利上嚟去動腦筋。如果佢求名得唔到，就會發脾氣；求利得唔到，亦會發脾氣。嗰個無明火、老虎神比邊一個都厲害，咁樣呢一個人不問可知，一定就係名利中人。喺清朝乾隆皇帝，當佢去到鎮江金山禪寺欣賞長江嘅風光嘅時候，佢問法慶禪師咁話：長江一日有幾多隻船往來呢？禪師就答佢：只有2條船往來。乾隆王好唔明白咁問：你點知道淨係有2條船呢？禪師話：一條船係名，一條船係利。由咁樣，我哋就知道，凡係坐船嘅人，唔係為名就係為利。
但係唔知道求名嘅人係會死喺名上面，求利嘅人係會死喺利上面，最後兩手空空去見閻羅王。所謂萬般帶不去，只有業隨身。修道人如果係冇脾氣，能夠忍辱，能夠耐苦，咁樣至堪成法器，只能夠做佛教棟樑之才，只能夠將佛教發揚光大。凡係中意發脾氣嘅人，就係破壞佛教，就係害群之馬啦。佛教剛剛喺西方清淨之土種下咗菩提種子，而家已經開始萌芽，生出幼苗。希望大家做一個好園丁，勤加灌溉，時常施肥，令佢欣欣向榮，令佢蒸蒸日上，將來開菩提花，結菩提果。住喺萬佛聖城裏邊嘅四眾，對於講說話就要特別注意，唔好順口亂講，唔好任意去講是講非。萬佛聖城係修道清淨嘅聖地，唔好有旁門左道嘅言論。大家都要知道，面對萬佛點可以亂講說話呢？千祈要記住，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，呢一個係至理名言。所以我哋講說話就要三思而後說，以免錯因果。講出嚟嘅說話不但只要負法律嘅責任，亦要負因果嘅報應。佛教係提倡無我嘅宗教，唔准許上面批八字嘅存在，更加之唔相信風水。呢啲伎倆同佛法係相違背嘅，係背道而馳嘅，所以禁止流通。如果相信呢一種法，咁就係有我嘅存在，一切都係為我所有，一切都係為我打算，有我無人，唔合乎佛法嘅。佛教係教人不爭、不貪、不求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妄語嘅宗教，但係睇風水就係教人爭、教人貪、教人求、教人自私、教人自利，甚至妄言話喺100日之內就能夠發大財，就能夠做大官。貪心嘅人就會相信佢嘅話，但係大財未發之前就先破小財，要送紅包作謝禮。呢種說法唔係好似叫人哋去銀行搶劫馬上發大財，咁樣仲唔需要100日以後至發財。又再其次，佢知道有好風水可以發財，可以升官，點解佢自己唔去用呢？仲要等你去用呢？豈有此理呢？希望聰明嘅人千萬唔好上呢一個迷信嘅當，唔好被老千所騙啊！醫卜星相喺佛教之中係屬於五邪命之一，係唔受歡迎嘅。醫就係醫生，係替人治病；卜係算卦，預知悠久；星係觀星，睇星宿而知吉凶；相係相面，知命運順逆。呢啲都係迷信，要知道人定勝天嘅道理。出家修道人生死大事都唔怕，何況呢啲小事就更不足為奇啦。出家人係超出數外嘅，所謂超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呢種批八字睇風水係俗不可耐嘅人至會相信。我哋要知道，人一生嘅命運係由業力所感，我哋人唔好被氣柄所驅，
唔好被物欲所蔽。我哋要自己去創造命運，要把握命運。命運係可以改造嘅，多行功德事，自然就會遇難晴長，逢凶化吉。所謂且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我哋而家喺度打禪七，就係要創造自己嘅新生命。唔迷信，而係要正信，唔係人云亦云，以訛傳訛，唔好跟住人哋喺後邊走，咁樣係大錯特錯嘅。我哋要有察法眼，要知道是非，要明白善惡，黑白分析清清楚楚，就唔會顛顛倒倒啦。參禪嘅人對於自己嘅生死要能夠做主宰，來去自由，唔好受任何嘅限制。所謂性命由我不由天，就算係閻羅王亦都唔理得到，對你亦都無可奈何。點解？因為你已經出離咗三界啦。點樣叫做來去自由呢？亦即係生死自由，中意生就生，中意死就死，隨心所欲。不過就要注意，呢一種死並唔係自殺，亦唔係服毒。我哋嘅身體就好似一間屋，即係我哋願意出去旅行，去邊一個地方都係有自由嘅。我哋願意化身千百億，盡虛空遍法界嚟去教化眾生，都會任運自如。唔願意去旅行，就喺屋裏邊住，冇人嚟干涉你。我哋要知道，盡虛空遍法界都係喺法身之中，而冇走出法身嘅外邊。我哋大家辛辛苦苦嚟參禪，晝夜不停嚟去用功，就係希望生死自由，能夠控制自己嘅生命，對生死有把握，能夠做得主，咁樣只係得到生死自由嘅境界。參禪嘅人參到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中不知有人，與虛空合而為一。到咗呢種境界，就有開悟嘅曙光啦。我哋行行坐坐，坐坐行行，就係開智慧嘅鑰匙啦。參念佛是誰？念佛係邊一個？邊一個喺度念佛？打坐係邊一個？邊一個喺度打坐？食飯係邊一個喺度食飯？瞓覺係邊一個喺度瞓覺？要嚟揾呢一個人，揾就係參，參到山窮水盡，一轉身就係開悟嘅時候啦。所謂山窮水盡而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又話百尺竿頭從進步，十方世界現全身。如果唔參禪，唔打坐，咁樣生從何處來，死往何處去，佢都話唔知道。唔知道就係糊糊塗塗咁生，又糊糊塗塗咁死啦。咁樣呢一世係幾咁可憐呢？用功參禪嘅人開咗悟，認識父母未生之前嘅本來面目，就會豁然貫通。咁樣眾物嘅表裏精粗都無所不到，而我哋心嘅全體大用亦都無所不明，得到大造大化嘅境界，將來就能夠成就佛果無上正等正覺嘅地位啦。老子曾經講過咁樣兩句話：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世界嘅人都知道做美好嘅事情係好嘅，但係到做嘅時候就唔好啦。人人都話做善事係啱嘅，
當境界嚟啦，受唔住考驗，被境界所誘惑，就唔做善事而去做惡事啦。學佛法嘅人明知道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係行菩薩道嘅基本法，但係唔去行，咁樣明白道理又有乜嘢用呢？日日喺度學六道法，等到境界嚟啦，布施亦唔布施，持戒亦唔持戒，忍辱亦唔忍辱，精進亦唔精進，禪定亦唔禪定，智慧亦都冇智慧。你話咁有乜嘢用呢？所謂六道，第一就係布施，布施係用財法嚟去布施俾人，但係境界嚟到就唔布施啦，相反仲去叫人布施俾你，越多越好。我唔布施俾你，你就要布施俾我，要佔便宜，唔想吃虧。呢種人世間上比比皆是。第二係持戒，天下人都知道要持戒，但係境界嚟啦，不但止唔能夠持戒，反而仲要毀戒。守戒就係唔動心，無論乜嘢嘅境界嚟啦，都會無動於衷。就算係泰山崩前心不驚，美色當前心不動，有呢一種定力就能夠轉境界，唔理佢善惡順逆嘅境界，都會處之泰然，唔生分別心，咁樣自然就會風平浪靜啦。第三係忍辱，就係忍受一切唔如意嘅事，呢一個就係考驗。如果經得起考驗，就能夠過關；經唔起考驗，就過唔到關啦。人人都知道忍辱能夠到彼岸，但係境界嚟嘅時候就忍唔住啦。無明火高3000丈，將多年來所積聚嘅功德都焚燒到一乾二淨。第四係精進，打禪七就係精進，人人想精進，到咗精進嘅時候就唔精進，匿埋喺度躲懶偷安，向後退，走埋一邊去飲茶，又或者故意要去廁所方便，又或者故意要去廚房飲杯茶，呢啲都係藉口嚟去嘥時間。喺冇打禪七之前就講得好好聽，我一定要好好打一個禪七啊！等到禪七開始就唔聽話啦，將以前自己所立嘅誓言都推翻晒。點解明知故犯？知道參禪係好，但係仲要懶惰。你話有呢一種矛盾嘅心理，點樣好呢？禪堂嘅規矩，唔守規矩就係打響板，打到開悟為止。第五係禪定，而家我哋喺度參禪，就係用功嘅好時光。我哋點解要打禪七呢？就係教你等你精神集中，心無妄想，令到智慧現前。所謂智慧解脫，亦即係克期取證嘅法門。第六就係智慧，智慧就係能夠到彼岸，亦能夠了生死。不過剛剛要開智慧，佢就懈怠啦，而錯過咗開悟嘅機會。所以參禪就要分秒必爭，因為你唔知道喺邊一分鐘就會開悟。有人喺度打妄想咁話，我唔要智慧，我嘅愚痴好好啊，唔明白一切嘅事理就算啦。
呢一個就係掩耳盜鈴，自己呃自己。到死嘅時候，至覺悟白嚟呢一個世界一次，咁樣就悔之晚矣啦。佛教喺呢個美國正正係開始嘅時候，係需要有真真實實嘅修行人，要躬行實踐，要專一其心嘅修行，要改過自身嘅修行，要破除習氣嘅修行，要做人哋嘅榜樣，咁樣佛教嘅前途就會光明。如果一開始就冇真正修行人嚟去做模範，亦冇發大菩提心嘅人，咁樣佛教喺西方亦唔會興盛起嚟。所以佛教興衰嘅責任係要你哋青年人負起呢一個重擔。而家喺度三步一拜嘅果真，即係行實法師，同埋果庭，即係行潮法師，佢哋咁誠心嘅修行，會為佛教做一個開路嘅先鋒。佢哋喺路上三步一拜，唔係為自己去求福報，而係為世界去求和平。2年幾以嚟，佢哋忍飢忍渴，忍寒忍熱，忍風忍雨，咁樣嘅苦修，並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嘅。佢哋能夠忍人所唔能忍嘅，能夠讓人所唔能夠讓嘅，能夠食人所唔能夠食嘅，能夠着人所唔能夠着嘅，不理刮風亦話下雨，朝拜不誤，不理寒暑飢渴，唔休息唔懈怠，每日都照常做早晚課，一時一刻亦都唔躲懶偷安。佢哋咁樣發奮，就係想將佛教推行到全世界，令佢發揚光大。呢兩位行者如此辛苦，唔係圖名，唔係貪利，而係為發展佛教嚟作為己任。呢一種精神係值得我哋可嘉可勉嘅。你哋應該要向三步一拜呢兩位行者看齊，要以佢哋做借鏡，照下自己，反省一下，對佛教有乜嘢貢獻呢？我哋所行所作係為自己，抑或係為佛教呢？如果係為自己，就應該要生大慚愧心，立刻矯正呢一種不當嘅行為。如果係為佛教，就更加要努力再接再厲，推行佛教，維護佛教，要認真發菩提心，冇企圖去行菩薩道。一切都要以為人得安樂作大前提，唔係為自己嘅利益作打算，咁樣只係菩薩嘅精神。你哋喺禪堂裏邊跑跑坐坐，坐坐跑跑，覺得好辛苦。如果同三步一拜嘅兩位行者，佢哋嘅辛苦嚟比較，咁樣就係自在得多啦。關於呢一點，我哋要深深去體會，唔好當面錯過，失之交臂啊！呢兩位行者，如果係唔發菩提心，唔行菩薩道，根本就唔能夠堅持拜到底。你哋喺禪堂裏邊唔好打妄想，唔好身在禪堂，心就去咗全世界嚟去觀光，咁樣胡思亂想會影響你哋修道嘅心。千祈要記住，唔好將光陰空過，要把握時機，迎接你哋開悟嘅來臨。咁樣嘅準備只能夠對得住自己，否則一切都係空談啊！
恰到好處是中道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，粵語翻譯。參禪嘅法門就要念之在之，要時時刻刻都要回光返照，亦唔好緊，亦唔好慢。所謂緊了繃，慢了鬆，不緊不慢才成功。不緊不慢就係中道，行住坐臥不離這個，離了這個就是錯過。這個係乜嘢呢？就係中道了義啦。參禪要不偏不倚，唔好太過，亦唔好不及。太過抑或不及，咁樣就唔係中道啦。亦都唔好落空有二邊，咁樣至係中道。所謂中道就是非空非有，亦就係真空妙有，係無着於真空，無礙於妙有。真空妙有不可取，亦不可捨，取亦唔得，捨亦唔可以，咁樣就係真空妙有嘅境界。用功嘅人就要有始有終，至能夠有所成就。所謂貫徹始終，唔好一步十寒，遇難即退，半途而廢，咁樣就係冇出息嘅人嘅行為。古人話：修道不怕慢，只怕站。平時用功參禪，要照顧自己嘅話頭，用自己嘅金剛寶劍，即係智慧，斬斷一切嘅妄想。妄想斬斷，智慧就會現前。有咗智慧光明，就會破除無明嘅黑暗。無明破除，就會出離三界，不受生死。亦就係闖過咗生命之輪，即係12因緣嘅關啊！用功修道嘅人要有忍耐心，無論點樣辛苦都要忍受，忍就能夠到彼岸。所以各位打禪七，唔好怕辛苦。所謂苦盡甘來，不在最底下，到不了最頂上。要知道，萬丈高樓都係由平地而建起嘅，而唔係喺虛空度造成嘅。所以我哋參禪嘅人就要由根本上入手，即係將妄想驅除。如果能夠將妄想制止，喺呢一個時候就會心清水現月，萬里天無雲啦。心平百難皆散，意定萬事皆平。所謂心只念絕真富貴，思欲斷盡真福田。參禪就係要去妄存真，亦即係好似喺沙裏邊嚟去濾金，喺沙裏邊揾啲金子，咁樣並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。但係你想要去揾到有金，就必須要喺沙裏邊揾，就必須要有耐性。你想明白自己本有嘅佛性呢？明心見性呢？就要有耐心去修行，去參學，去研究。咁樣久而久之，就會豁然貫通，驟然開悟。哦，原來如此啊！如果參禪上咗路，係唔需要打閒茶嘅。各位自己努力去參念佛是誰，非要將呢一個誰字揾到不可。邊一個時候揾到，只可以停止。功夫到咗爐火純青嘅時候，就會有好消息。我哋結雙跏趺坐嘅姿勢，就係要將左腳放喺右腿上邊，然後將右腳等喺左腿上邊。因為左腳
係屬於陽，右腳係屬於陰，所以打坐嘅時候，左腳係陽，係喺上邊，右腳係陰，係喺下邊，好似無極生太極，太極生兩儀，即係陰儀同埋陽儀，亦係咁樣嘅擺法。如果係因為方便起見，左腳喺下邊，右腳喺上邊亦可以，因為法無定法，係跟隨住個人嘅習慣而決定，不必要執着一定係要呢種姿勢。叫你左腳壓住右腳，呢一個只係一個方法嘅，並唔係硬性規定一定要咁樣嘅。總而言之，結跏趺坐就係教你容易啲入定，你能夠喺走路嘅時候入定，咁樣坐唔坐都可以嘅。入定嘅境界就係冇任何嘅妄想，心裏邊一念不生，一塵不染。如果能夠行住坐臥都一念不生，一塵不染，咁樣就算你用功係唔係坐喺嗰度，亦都算係用功啊。佛法最平等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，粵語翻譯。佛法係好微妙嘅，喺佛法裏邊就感覺唔到有乜嘢好處，喺佛法外邊亦都唔覺得有乜嘢壞處。不過喺佛教裏邊，一分功一分過都係絲毫唔會有差錯嘅。喺佛教裏邊，亦係最自由、最平等、最冇專制、毫不偏袒嘅。點解話最平等呢？因為一切眾生，無論餓鬼、地獄、凶神惡獸、惡人壞人，如果肯發心修行，回頭是岸，都可以成佛。唔係好似一啲外道話，惡人壞人永遠都壞，冇辦法可以去度。猛虎惡獸性情殘暴，亦唔可以救。喺呢度，我想起喺我哋中國明朝嘅時代，有一位蓮池大師，佢就收咗一隻老虎徒弟啦。呢隻老虎徒弟時常都護持喺佢嘅左右，因為老虎係惡獸，人見人怕，所以大師就教佢出入都唔可以直行，老虎亦都遵命，出入都打退行。所以一啲人見到佢就唔怕啦，因為佢哋知道呢一隻老虎係善虎。老虎徒弟仲會去到各處為蓮池大師化緣，因為人人見到呢一隻老虎係善虎，所以都爭相布施供養，所以老虎亦能夠皈依三寶，護持佛法，亦都可以成佛。佛教係最自由嘅，因為喺佛教裏邊淨係勸人行善，唔好做惡。做惡係會自作自受，自取其報嘅。但係佛教唔會去強迫人去行善，亦唔會話你唔聽話專做惡業，我就會做一個監牢將你混入去。因為一切為心造，天堂地獄都係依照人嘅思想同埋業力所造成嘅。所以佛法教人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而且仲展明絲毫不爽嘅因果律，叫人認識真理，而
而超出輪迴。大善大惡，超出數外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，粵語翻譯。喺好耐以前，有一位叫做袁了凡嘅人，佢本來嘅名叫做袁學海，佢係明朝嘅一位名儒。喺佢細個嘅時候就讀書，不過佢個父親就要佢去學醫濟世救人，所以佢就改學醫。後來佢遇到一個長鬚嘅老相士，對佢話：你命大官人，你應該讀書就可以做大官啦。你喺某年某月某日可以考中秀才，你又喺某年某月某日可以做縣官，俸祿有幾多？又喺某年某月某日會升官，俸祿有幾多？不過到咗54歲8月14日半夜子時，你就壽終正寢，你一生都冇仔。於是乎，呢個袁學海就轉咗去讀書，一切所有發生嘅事情都好似呢一個算命嘅人所講，完全都講中晒，而且十分靈驗。因此袁學海認為，既然佢嘅命都係命中注定，所以佢就等命運安排，受命運支配。因此佢不求上進，終日去遊山玩水。有一日，佢遊到南京棲霞山，聽聞有一位雲谷禪師，於是佢就走上山去參訪啦。禪師見到佢，就俾佢一個蒲團，佢哋大家坐喺嗰度，兩個人一句說話都冇講，就係咁樣對坐咗3日。卒之雲谷禪師就好驚奇咁話：你係由邊度嚟噶？你能夠坐喺呢度3日，唔喐，亦都唔打妄想，真係一個有道奇人啊！袁學海就答：既然乜嘢事都係命中注定，所以我就唔貪，亦都唔求，亦都唔打妄想。雲谷禪師就話：我仲以為你係一個非常人，原來亦只不過係一個凡夫俗子。袁學海就好唔高興咁話：點解你話我係凡夫俗子呢？雲谷禪師就話：如果你唔係凡夫，點解你會被命運所綁呢？袁學海就問佢啦：咁樣命運係可以逃避嘅咩？雲谷禪師答佢話：你係讀書人，喺易經上邊唔係講得清清楚楚咩？所謂趨吉避凶，如果命數係唔可以逃避嘅，咁樣又點能夠趨吉避凶呢？袁學海聽咗，於是就大悟，所以佢就改名做了凡，即係話由今日開始已經唔係凡人啦。從此之後，佢廣行善事，多積功德。以前睇上嗰一個人所講嘅都唔靈驗啦，而且佢仲長命到80幾歲，仲有3個仔，所以命運唔係一定嘅，吉凶亦唔係一定嘅。古人話：君子造命，有道德嘅人，正人君子就係可以改造命運，係可以超出命數之外嘅。點解會唔吉祥呢？
就係心裏邊唔吉祥，種下咗惡因，當然就會有惡報。如果能夠改過遷善，就可以趨吉避凶。由咁樣嚟睇，命運就係可以改造嘅。命運係掌握喺我哋自己手裏邊。所謂大善大惡，超出數外。求菩薩為全球消毒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述於1982年9月4號萬佛聖城地藏七粵語翻譯。我哋點解要打地藏七呢？因為而家呢一個世界災難實在太多啦，所以我哋要祈禱地藏菩薩以佢本願嘅力量，將一切嘅災難消滅。地藏菩薩佢所注重嘅就係孝道，因為佢生生世世都係孝順父母。不過咁樣唔係一件容易嘅事，佢都係喺困苦艱難之中鍛煉出嚟嘅。佢嘅父母不信三寶，但係佢能夠順承其意，用種種善巧方便嘅法門嚟去誘導佢哋生正信三寶嘅心。佢到處所行嘅菩薩道係無相無着嘅。無相係因為佢所行所作都唔居功，都唔讚自己嘅德行。就算救度眾生，佢亦話係眾生自度嘅，而唔要眾生嚟去感謝佢，向佢叩頭頂禮。佢喺菩薩嘅行列裏邊係冇覺得自己比其他嘅菩薩高明，亦或願力大，亦或慈悲大，抑或神通廣。佢冇咁樣嘅想法，佢嘅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都係行所無事，都認為係自己嘅本分而唔居功，所以感動一切嘅眾生，稱揚讚嘆，甚至佛亦都讚嘆佢。佛唔係隨便讚嘆某一個人嘅，而係要有值得讚嘆嘅資格同埋價值至去讚嘆嘅。因為地藏菩薩唔居功，唔宣傳自己嘅功德，所以就感應道交。呢啲係一種自然嘅感應道交，唔係用任何手段或者方法而獲得嘅感應，而係好自然嘅。所以我哋人修道就要學習地藏菩薩嘅精神同埋佢嘅無邊誓願。佢話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。我哋每年都打地藏七，呢一個就係為虛空世界嚟去消毒。而家世界嘅空氣都染污晒啦，宇宙之間醞釀住一種毒氣，任何嘅方法都冇辦法去消除，只有以誠心嚟去請求諸佛菩薩放光消除呢一種毒氣，將呢一種無影無形嘅戾氣去消滅。所以萬佛聖城所行所作係關係全世界嘅安危。呢個道場嘅人如果唔誠心，世界就將更加危險啦。世界人類所做嘅罪孽實在太多啦，人嘅力量係冇辦法將佢免除嘅。今日我哋適逢地藏菩薩嘅聖誕，大家就要異口同音虔誠去稱念地藏王菩薩，
期望能夠感動菩薩而生慈悲心，咁樣呢一個世界就得到平安。呢種感應係要睇下我哋嘅誠心夠唔夠。如果單單一個人嘅力量係唔夠嘅，係需要大眾嘅力量。所以話眾志成城，群策群力，我哋要共同嚟去祈禱世界和平。而家嘅人喺默默之中都有一個感覺，都知道呢一個世界唔和平，都係岌岌可危。所以而家所有嘅道場都話要祈禱世界和平。最初係由佛教講堂金山聖子提倡，以後香港、台灣都跟住啦，咁樣就證明世界就快要面臨大災難，所以要祈禱和平。不過真正祈禱世界和平嘅道場就係萬佛聖城。點解？因為我哋做乜嘢嘅法會都冇希望大護法供養幾多錢，每年都係無聲無息咁做，到時候就做，唔理有冇齋主，我哋都照樣舉行，當成自己嘅本分事，而唔存絲毫嘅企圖。我哋只希望得到佛光加被，將世界嘅毒氣消除。觀音菩薩用甘露水嚟去灌頂，令眾生災消痛除，罪滅福生。地藏菩薩願力廣大，希望佢令眾生離苦得樂，將災難厄劫化為烏有。我哋念觀音菩薩，念地藏菩薩，就係替世界消毒，唔係用殺蟲水，而係用甘露法水嚟去消世界嘅毒氣。消一分，世界就多得一分平安，全世界嘅毒氣都消咗，咁樣眾生就受福，人類就幸甚啦。萬物皆在說法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孫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，粵語翻譯。各位，你哋而家喺度聽講華嚴經，喺華嚴經上邊有咁話：佛示現百千億種音聲，為眾生演說妙法。我哋應該覺悟呢個世界所有一切嘅聲音都係喺度說法。所謂溪聲無非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溪水嘅聲音就好似佛嘅廣長舌上喺度演說妙法，而青山嘅顏色就都係清淨法身，令到睇到嘅人都會生歡喜心。如果能夠明白呢一個道理，世間上一切嘅一切都係喺度說法啦。善人同你說善法，惡人同你說惡法，馬同你說做馬嘅法，牛同你說做牛嘅法，令你明白點解做馬同埋做牛嘅因緣。做牛做馬都有因緣嘅。原來馬同牛佢哋喺前生嘅時候係因為唔孝順父母，唔恭敬師長，又或者唔願意聽父母或者師長嘅教誨，當佢哋教誨佢哋嘅時候，就將個身轉過去，背脊向住父母或者師長，
所以今生就做咗畜生，其他嘅畜生亦都係大同小異，係咁嘅因緣。總而言之，我哋持五戒行十善，就會生喺人天之界。如果有咗貪嗔癡嘅心，就會墮入三惡道。貓捉老鼠，老虎捉兔，弱肉強食，都係喺度說法，各有各嘅因果，各有各嘅立場，各說各嘅妙法。教授喺度說教授嘅法，學生喺度說學生嘅法，比丘喺度說比丘嘅法，比丘尼喺度說比丘尼嘅法，有情喺度說法，無情亦喺度說法。如果我哋能夠認識青山白雲、黃花翠竹，都係喺度說法，萬事萬物都係喺度說法。土匪去搶人家嘅錢財，係因為佢哋喺往昔俾人哋搶過，所以而家就嚟討債啦。如果係從前佢冇俾人搶過，而家去搶人哋嘅財物，將來佢就要俾人搶啦。咁樣就係還債。呢啲係因果循環報應，鐵一般事實嘅哲理。所以我哋人做事情就要正大光明，要大公無私，唔好處處想去佔便宜而唔肯吃虧。所謂吃虧就係唔去佔便宜。大家千祈要記住，唔應該佔方便嘅時候，你夾硬去佔人哋嘅方便，咁就係會蝕本啦。本來係應該去佔人哋嘅方便，而你唔去佔人哋嘅便宜，咁樣就係等於存款啦。所以人要各正其位，各盡其職，唔好貪意外之財，唔好飲過量之酒。呢啲亦都係說法。青青翠竹總是法身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。我哋應作如是觀，明白咗就係放下，唔明白就係執着啦。